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我们常常会谈到讲人有人强嘛，吼，动物有动物强，但是你这个题目环境嘛有环境强哦。我哋今日也向到来宾系啲专业嘅人士，而系来自我哋天地有政府出资，在伊啲环境嘅保障基地单位，喺我哋财团法人环境嘅保障基金会，总部办公室嘅主任、总干事、总主任嚟到嘅现场，而家同人讲，乜嘢同环境強啊？环境強保障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主任嚟到現場，主任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內部嘅漢樹。漢樹吼，我哋一開始就講環境強，其實我哋過去有談到乜嘢環境強啊？環境強係乜嘢？愛保障係乜嘢東西啊？如像頭到主持人所講嘅，人強其實根本日，他個人已經記得講，人強嘅保障非常嘅重要。其實，環境強也係人強嘅一部分。我哋根本日在世界上，其實人強可以分3胎來講。第一胎人強，如係我哋基本上講嘅，像人類嘅自由啦，人身嘅自由啦，也係萬物嘅自由啦。第二胎人強，我哋開始講嘅係保障，譬如講獸業嘅平等啦，保障也係經濟嘅平等。到第3胎嘅也係人強嘅保障，我哋開始講，愛來保障我哋每個人都有享受好嘅健康嘅環境咧，也係權利。嗰陣環境強其實都係人強咧，等於講一種進步。第3胎嘅人強，我哋稱作其中一項都係環境強。但頭都講，我哋有一啲享受好嘅環境咧，有啲權利嘛嗬。但是乜嘢都好嘅環境，因為好環境我哋講，有啲人講啊，點解有乜嘅也有污染嘅污染，咁乜嘢都好嘅環境，而且有好嘅環境同佢本身有同冇。可能係做成嘅呀，咁按樣嘅分配咯。我哋基本上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嗰陣到底好唔好？希望係由大眾民主嘅過程來決定。嗰陣為了我保障一個環境強，我哋唔係講由某一啲人去定義講乜嘅係好嘅環境，係用一種長期嘅保障。乜嘅就長期嘅保障，如果講啊。任何嘅環境嘅開發，愛本他個人提供發生乜嘅事情，我哋碌下我哋總頭附近愛起乜嘅工廠，因為工廠咧係做紙炮嘅，好像做乜嘅食品咧，係咪對我哋也會總頭會有乜嘅影響，會有乜嘅污染，愛本他個人提，也都提啲重要嘅保障率，保障環境嘅自信權。天氣都會講啊，愛保障也係一啲太開發，盡講我哋旁邊愛來去啲焚化廠，或者愛去啲太嘅體育場，他個人係咪可以參加，可以討論，去啲工廠會影響到我哋嘅總頭冇，會排乜嘅污染嘅水，或者空氣冇，愛本他個人來了解，個他個人可以提出意見，甚至按樣嘅希望，也到他個人可以共同來參加來決定。也都喺天意看都會講，環境強保障他個人可以參加討論、參加決策的也嘅權利。也都天意看都會講，我哋基本常常會講，政府應該辦一個公堂會啦，辦說明會啦，都係本他個人可以參加嘅機會，也係天意看。其實而家講到天意看例子我馬上都想到以前，其實我哋以前常常會發現一件事情，我哋咧撞頭撞面可能有啲人，譬如講我哋可能都夾到都細都稀啲，我哋講買字炮嘅。其實我哋冇辦法去決定講，夾嘅嘢做法嘅行業，因為其實就係講幾多有冇㗎嘛，有買字炮嘅，但是其實就又會發生過一啲事情，其實有一陣嘅時間同埋啲經濟發展嘅時間，佢是幾多地方開始嚟做加油站，但是其實加油站都要開始要規定講，加油站連我哋嘅租價，嗰種唔知50公尺還是100公尺，咱可以要加油站。其實人家那睇嚟講，唔係講即個要天嚟。你想我做乜嘅都做乜嘅東西，因為唔可能有嘅加油站啦，譬如講有嘅可能會污染到
隔壁人无你讲，你这个可能有某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厕所无厕到隔壁人。可是其实迄个人体白讲，哦，原来有啲东西，唔讲，我哋唔想爱做田来就做田来。可是如果唔聽佢講嘅亮點，比如我哋發現講，哦，原來我哋咧種頭種面叫做有乜嘅，可能講可能會有污染到某一個影響到大家環境嘅事情嘅時間，大家亦係有機會去接聽過一件事情，係咪可以聽我哋種頭種面做一件事情？而家全世界喺講環境法，好像喺講環境一件事情，有一啲最重要嘅原則，如係環境法裏邊啲原則叫按照預防原則。都像我哋更加因為有一個病毒嘅一個傳染嘛，我哋喺度講病毒嘅問題呢，最重要台灣做乜嘅成功，因為我哋預防做得好。好，咁環境嘅問題相同，如果講預防係最好嘅方式。嗰陣環境嘅天然就按照預防原則。嗰陣我哋更加像台灣，好像世界各國都有一個環境影響嘅評估嘅各種嘅嘗試，好像發展。如果講各種，比如講像頭先主持人講嘅，不講愛去自泡嘅工廠，好像愛去啲工業去，好像愛做水庫，做各種嘅也個檢查嘅之前，我哋都先做一啲完整嘅評估，都像身體檢查咁樣。好，到底也有可能會有乜嘅風險，好，到底運作以後會造成乜嘅可能性嘅污染，甚至講會有乜嘅其他嘅好嘅影響，還是唔好嘅影響，都全部在入嘅嘗試當中來問他個人來指導，也他個人可以提出意見，好，預防比後續來解決係最好嘅一種方式。咁像唔同講講，有啲嘗試嘅一啲發生，好，譬如講，唔見咩有啲工廠聽我哋種頭種面，有嘗試嘅發生係去工廠嘅人自己來提，還是講政府來提，還是講我哋嘅居民來提？像開發嘅階段，也要愛去工廠嘅，也要公司一路來去，也要愛進行也要廠商。係。也係咩？我哋平常會講到我哋講環境影響評估也部分嘅東西咯。係。咁即係比如講我哋咧環境影響嘅評估一件事情，我哋常常喺電視裏邊講到一件事情咯。比如講我哋做乜嘅太監案嘅時候，為咗環境影響評估，但是也環境影響評估，而也要啲內容係乜嘅？聽你講，而也要影響嘅態勢係乜嘅？嗰陣因為他個人其實對伊也要嘗試唔了解，好啊。到底也過程當中，盡講我哋呢種頭，好像種米愛去啲工業去，愛做一啲乜嘅水庫，對他個人講啊，我哋會煩惱講啊，做以後會造成乜嘅影響，啊我哋想愛去參加，愛提出意見，唔點樣去提，哦，對他個人來講也係一種可能幾複雜嘅一種嘗試。嗰陣，像我哋呢基金會來講，我哋都係提供一種嘗試嘅協助，如果講我哋有歷史，或者我哋嘅工作人員可以幫助他個人來參加呢嘅嘗試，提出他個人有乜嘅煩惱、乜嘅意見，我哋可以聽取他個人來整理出來，咁可能也要開發嘅單位，也對伊哋呢也開發同居民當中有乜嘅無同樣嘅意見，我哋同一位爭議嘅重點來整理出來，幫助他個人來對話來溝通，唔會變成講啊，他個人用嗰激烈抗議啦，或者用無理性嘅方式來解決安尼嘅問題，可以在嘗試當中來對話安尼嘅開發。因為講環境影響評估一件事情，我哋從個電視裏邊睇啦，那邊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同我哋觀眾朋友說解下。環境影響評估來講，一般來講也要一般嘅嘗試喺度啦。譬如講，某個時間民眾可以參加也要一啲環境影響評估嘛，某個時間係專家去參加咯。環境影響評估其實以開始嘅時間以外有開。伊會召開各種嘅會議，一條會議呢，
每一方如迄居民可以去参加的吼，不管迄居民还是唔要居民，只是关心也要案件的开发，都可以去参加，可以去反波书的也要网站来登记，吼，你也可以当场来登记来参加，吼，也全部如迄一般我哋所有全台湾的民众可以参加的。唔单止安尼，如迄反波书呢，已经甲每场的会议，伊如会用直播的方式，吼，他可能用网络方都可以看到也位会议进行的过程，啊，他可能看下以后，人去参加，吼，提出也位意见，吼，啊，每一次会议的也有记录，吼，用安尼方式来等于讲，我哋采线愈去预防，愈去寻有可能会有乜嘅问题，吼，也系对我哋来讲，也系落实讲啊，促成莫，准讲我工厂已经起嘅，吼，促成柜台嘅问题，啊，对开发嘅公司也好，伊啊，我已经投资下去嘅，啊，他个人来抗议讲，做嘛会促成安尼问题？用双方面如係一種上述嘅一種情形。其實冇亂貼嘅啦吼。點解人對我哋嘅環境越來越重視咧？你想偷偷我哋一塊開始講嘅，其實有一基金會係政府而出資嘅喲。做乜政府出資呢？下一個節目你同講，休息下喎，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總部辦公室嘅漢叔來到我哋現場，而家我哋說明乜嘢叫環境權，保障係乜個東西。所以同我哋一開始就講，要做乜係伊哋政府去出資嘅伊啲基金會咯。哦，當初嘅成立安尼基金會係因為在也要推動後理啊，我哋政府會來發展也要總鋪開放人氣，嗰時節採地嘅農民同環保團體會煩惱講啊，安尼嘅開發係咪會影響採地嘅農業？吼，他個人記得講啊，後理啊係我哋台灣嘅花卉同過大量嘅農產品咧，也要出產地。嗰時節呢，你對也要開發呢，有提出過多嘅問題。嗰時節呢，你同環境嘅歷史來合作，提出講啊，要撤銷也要當初嘅環境影響嘅評估，因為講伊無考慮到也要健康嘅問題。哦，嗰時節呢，最後法院也認為講當初嘅環境影響評估，哦有問題，無考慮到一條面向，所以說呢，撤銷也要返聘咧，結果呢，當時嘅也要環保署呢，竟然因為講啊，雖然法院撤銷嘅，但是還係本一條工廠繼續生產，也要事情呢，嗰時節都第二次呢過到法院，到最後呢，也要嗰陣法院因為講政府安尼決定啊，有違反法律嘅也為問題，嗰時間呢，但是農民同政府安尼對立，對法院來講，因為講繼續安尼打官司下去唔係辦法，都希望雙方面可以和解。到最後呢，如和解嘅方案都會講啊，由政府拿出一筆錢來發展對環境的監督同保障，嗰陣能由我哋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嘅成立。嗰陣講我哋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算係也要替代基金會由政府拿一筆錢出來，唔單止呢，又還係針對也要環境權嘅問題來品嘗歷史來幫助
他家人来参加各种对环境政策也好，或者环境的法律的也要帮助也好的一个基金会。等于如果这时节其实因为我哋咧口号人是向算我哋政府的政策嘛，哦，那政府的政策地位其实嘛係希望講環境人我哋講口號人可以帶動地方的一個發展，但是地方的因為大部分農業的一個鄉村地位，伊會過擔心講一口號人我哋講口號人去排出來的水啦，吼，排出來的空氣啦，係咪污染到伊哋呢作物啦的東西？但是你兩個人的我哋講兩個人的討論同意嘛，沒的辦法，可能出於伊的政府單位如來出錢。用伊個各公理的方法、各公正的方法來對我哋的環境做一個監督，同時嘛同我哋呢，算是我哋呢一般的民眾有一個交代，有一個說明。佢從我哋嘅話，我有人講講，更加如公安人去如唔即個政府嘅呀，要監察的用政府嘅，有安的球員兼裁判的，嗰是伊個反應嘛，嗰是有安的想法。我哋呢基金會的主上呢，有政府的官方的代表。也有也位民間的環保團體的代表，哦，也有我哋台灣大學的法律學院呢也位教授，哦，我哋有不無共樣的各方的代表，共同來主持我哋的董事會。嗰陣講，我哋也基金會個特殊嚟講，我哋係政府由科技部來監督成立的基金會，所以係政府的基金會，但是我哋呢，因為也位前面的過程咧，嗰陣我哋呢基金會呢，有政府的代表，也有環保團體的代表，也有學界的代表，來共同來推動也為環境權的保障。所以嗰陣講有官方的色彩，但是也有民間的第三方監督的一種立場。好，等於講政府能印出錢啦，好，但是底部嘅組織的話，你比如我哋在地嘅，我哋唔講政府的組織啦，吼，還有我哋呢環保人士，吼，還有在地人士叫佢來組成。佢一個組織一成立以後，伊地的工作係乜嘅呀？我如果最重要的工作係乜？哦，我哋最重要的工作，希望能夠幫助他家人來了解講啊，環境權做乜咁重要？各種嘅環境的一種問題，都係他家人按樣嘅來參加，好，按樣嘅來發生。喺遇到問題嘅時節，按樣嘅來解決，好，一地方呢，我哋希望幫各多人，好，包括不管係在地嘅民眾，好，下身我哋呢下一代，我哋呢後生嘅，也能夠關心我哋呢環保嘅問題，係。嗰時唔講啲咧，本他家人叫我嚟提供，環境係乜嘅，然後他家人叫我嚟參加。從下嚟話按樣嘅去，按樣嘅去拍嚟，你拍嗰度發通話，還是出書嗰度呢？從我哋每年呢也會暑假，吼，我哋會辦青年呢也會營隊，吼，我哋邀請嗰度全台灣呢大學生、高中生。哦，甚至還有國中生也來參加我哋呢營隊，哦，我哋邀請嗰度嘅先生，哦，下陣各方面嘅學習，哦，來同他家人介紹講啊，到底環境嘅議題，他家人用嚟參加。因為也對高中生無論大學生來講嘛，因為人即個本身透過書嗰度。好，然後能講嘅東西，唔管你做營隊做發通來講嘅話，伊能接觸到嗰個。其實我個擔心講，譬如講我哋總統上面嘅阿伯，其實真係有啲工作嘅阿伯，伊就按樣去接觸到一啲資訊，能講嘅一啲我哋講數據啦，或者數字啦，或者東西，伊都唔識，但是伊都還是有擔心。但你就按樣咯。嗰段時間係發生事情咧，嗰時我哋去聽書，吼。他個人會開始了解講，哦，人來參加呢個環境呢會議很重要，吼，去了解安尼嘅資訊很重要，吼。其實嗰段時間係因為安尼，啊，當然呢，我哋都係我哋也係也部分台灣真是能開始啦，係，按樣嘅來幫他個人來對一開始。我哋呢民眾都可以記得講，也為問題佢重要。其實他個人更加對人嘅意識，
好，渐渐见来见高诶，嘿，只是讲可能他个人过无了解讲，到底安样诶来参加，哦，可是讲外地诶工作都会讲外地来听书，讲哦，我参加一啲返贫诶会议安样来参加，好，甚至讲对于啲政府诶政策係有无共样诶意見诶時節，到底安样诶來提出也位无共样诶意見。嘿，因為吼，即話我問講，因為從頭我都參加。如果我哋從頭講某個環境評估會議嘛，吼，但是對我哋嗰度嘅我哋數百阿婆來講嘅話，其實伊嘛幾想去參加，但是伊會想到講啊，佢哋全部啲專家嘅講法，伊講嘅話冇人聽得着，但是伊最擔心嘅講水流出來，吼，會有通冇，吼，伊如果講出乜有通冇東西，但是你哋要愛希望講，伊講出來有通係有乜個東西，可是對我哋講知識上的落差。好，我能講對人來講嘅話，其實伊人的擔心，伊都冇辦法講出來。佢有部分嘅話，譬如講像人基金會嘅話，唔能去接觸到嘅案件係，啊，團體咱可以申請，團的申請，還是講我哋個人都可以提出申請。個人還算團體都可以申請，吼。不過呢，因為我哋嘅資源有限啦，所以我哋會優先來幫助喺古台中。太傻嘅也要案件，好，那像明白，迄像頭先主持人講嘅，他個人唔對安樣嘅表達自家意見，嗰陣像我哋喺聽書一條採啲案件嘅時間，我哋明白仲講參加環境影響評估嘅會議之前呢，我哋都會先屯也要採啲嘅一條數百阿婆，他個人來開會，好，他個人講出講唔所擔心嘅問題有乜嘅，吼，也要訴求，也要意見有乜嘅，我哋來記錄起來。啊，歷史也會聽書，他個人來分析講，那條意見，那條擔心係有道理，那條擔心可能冇，也要用乜嘅方式來去了解，吼。先整理以後呢，我哋對在也要環評會議嘅時間來提出來，吼。有啲位我哋民眾可以自己提出來，有啲位他個人可能個專業嘅下種法律面嘅東西，我哋會由我哋律師來提出來，用我哋方式來聽訴他講。等於如果一開始你會熟悉他個人的一個想法，好，把熟悉想法以後，把它變成一個無窮嘅一種講法，冇講無窮樣嘅一種說明。那係你聽我哋環境評估會議嘅時候，你推薦我哋民眾去提出也為一種我哋民眾會擔心、會煩惱嘅事情。係。可是其實環境權對我哋來講嘅話，我們從我哋其實可以從事，但是讓我一參加環境權嘅會議，其實冇係我哋可以擔心嘅。但是而家有一個基金會以後，我哋都提講，下一擺我哋有乜個想法，其實可以透過個基金會，透過我哋嘅環境評估會議嘅時間來提出來。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哋外國多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財團反映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總部辦公室的漢叔主任同我哋講，讓我哋落實我哋嘅環境權嘅教育。我想敲問一下漢叔吼，因為其實講到環境的評估嘛，哈，但是我從來會想講，環境評估是係經驗，但是你看啦，10多年後也會見下韓國也是環境已經改變了。啊，也會見下可能越來越大嘅，當初可能做係啲小規模嘅環境評估，但是後來越來越大以後，一環境評估重新做下，有安尼理念冇？好，我哋都有讀過安尼，也會安尼都係像台中有一啲中量鋼鐵公司，而係我哋高雄嘅中鋼公司嘅子公司啦，吼。啊，而發生一啲案件呢，都會講啊，也會路渣呢，提也會。環保署在督察的時間，發現講啊，也會路渣的總量超過年份的環境影響評估的量27萬公噸。好，啊，這時間呢，環保署就要求台中市政府愛揾也會中量鋼鐵公司呢來重做伊個環境的變更。好。
我哋环境影响评估的变更呢有3种方式。好，第一种係最简单的，如係我送一啲变更对照的表。好，如係也係环境变更的对照表。好，也係最简单的。第二种呢，如係講我做一啲重做一啲环境的差異的分析。好，第3種最難，如係我要重做一啲反評。好，結果呢，以增加27萬公噸也嘅事情呢，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如係我送一啲變更內容變更的對照表，都通過嘅。嗰個時間呢，我哋台中菜體的主婦聯盟同也嘅彰化嘅環保嘅團體，亦都過少，因為像台灣其實嗰度我讀到都會講，一條爐渣啦，一條燒迄啲東西，迄烏白松啊，某個蔬菜來抗嘅時間，會造成幾大污染。哦，嗰時呢，伊哋都同我哋討論講啊，係咪有可能來監督一位中量鋼鐵講啊，一位變更當中係咪有某個問題？因為超過27萬公噸嘅幾大嘅量，唔係用安尼方式。送一啲對照表都通過嘅，係咪以後會造成更加大嘅環境嘅問題？嗰陣呢，我哋第一階段我哋都聽數一位主婦聯盟同一位菜體嘅居民呢來做一位行政嘅數量。啊，行政嘅數量嘅時間冇通過呢，我哋之後平常歷史，好。平常歷史來打一位行政的訴訟，啊，經過一位行政訴訟的過程呢，好，我哋的歷史呢，去一位同法官來解釋講啊，做乜嘅一位變更對環境的影響，佢重睇，是唔得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好，最後呢，我哋一位台中的高等法院的法官都判決也為居民申訴，好，都變成講啊，原本已通過也為變更表要重做，好，要詳細來要求，好，也都也為案件呢都算係也為環境影響評估同環境權保障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也係一個勝利。都講啊，環境影響評估做係最大的標準。但是要做到好，要做到完善，要能夠符合一個標準，好，是唔得一個難上難，好啊。經過一個法院的判決，都正式也係提醒所有的業者，好，我哋的環境影響評估要來尊重安尼嘅一個常識，好，最重要。同時，如果其實我發現到另外一件事情，講其實有時間我能夠一般的民眾，好，如果算係主婦聯盟，吼，伊其實唔算係太單位，但是問題係，所以伊太單位對於太財團來講嘅話，其實還是一啲我能講細下面對於太緊，好，咁唔單止講我哋其他農民來講嘅話，但是睇下見到安尼地方，我都發現到講，其實有啲基金會可以聽數我哋一般的人民，好去做我哋講提出我哋書面的一啲事情，唔單止講行政的事情，法律的事情嘛可以聽數，變成講俾我哋環境權的一種權利的一種伸張，還有一個具體的處理。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現場有一個講，比如說讓河流自由啦，網絡我哋發放論壇，也上也係一定用嘅工作坊。哦，也都係我哋從頭到主持人講嘅法律，它可以聽數我哋嘅菜體嘅民眾。過去呢，我哋會有一種觀念講，哦，有錢有勢嘅人，吼，等於講一定透過法律去取得一定嘅利益，啊，所以去保障一定嘅權益，吼。但是呢，我哋要改變嘅觀念，都講啊，法律其實唔係像只是講有錢人可以用法律，其實冇錢嘅人，所有嘅人都可以用法律來保障自家嘅權益，吼啊。但是
如头拄主持人讲诶，我哋小下面嘅，按用嘅来对抗也为太嘅财团，下所以按用嘅来保障自家嘅权益咧。哦，透过我哋未来偏向历史，本法律可以教我一般嘅民众疏放，来保障他家人嘅权益。本当嘅人因为讲法律可以本我哋弱势者，下身本我哋一般嘅居民有力量，都係我哋咧也要信任。哦，咁像我哋都會屯也要改道嘅歷史，像我哋也要氣候訴訟嘅歷史嘅培訓。哦，都係我哋屯台北嘅歷史公會嘅環境法律委員會啦，國際法律委員會同我哋台中歷史公會，哦。佢同我哋咧也要綠色和平一道團體合作，好，我哋希望透過同嗰度採體嘅歷史團體，下上其他嘅團體嘅合作，來本案嘅法律嘅保障，啊，這一種法律嘅知識可以有各度嘅環境歷史可以來參加，好，我哋。也過程當中，我哋也希望可以培訓各度嘅歷史來投入環境保障嘅一種工作。好，嗰時我哋會辦嗰度歷史嘅培訓嘅工作坊。也係咪等於講也等於係一種環境法律嘅輔助嘅一部分，係咪？係。就等於講，我平常我哋講法服嘛，哈，法律輔助有部分，但是我哋第二講，可能說家庭的事情啊，好離婚的事情啊，好可能目前像類似的方案可以搶有部分的法律的一種執行的一種詢問，但是我哋講到其他本到環境的問題的時間，等於講我哋基金嘛，我有按的一啲，唔單止不按的歷史的訓練，同時我不按的一啲，它算是探索之類樣的事情，係，如係。我哋更加他嘅人哋都講，我哋有一位法扶基金會可以提供他家人一種講人性嘅案件嘅付出。哦，我哋都喺台灣地地專門針對一位環境法律輔助嘅政府所辦嘅基金會。那常常我講有錢判上，有錢判無錢判死啦，但是今日有啲基金會係我哋對於海外對於我哋咧環境的一個嗰種訴訟啦、法律的問題，我哋都講唔好講嘅。但是呢，其實當初政府出錢是出4年咯，點解樣呀？佢嘅一位後屆嘅方案底部呢，都係政府編4年嘅預算啦，嚇，嗰還要提供一筆基金，嚇，來成立一個基金會，嚇。但係呢，因為現在政府冇按呢法律講啊，來要求政府講要強制政府每年編預算，好，像我哋呢法扶基金會，以透過法扶法，好，以我哋也會司法院每年會編預算，但是在環境法律一部分呢，目前還冇，好，嗰陣呢，我哋希望能夠賦予也會政府，好，也能按呢好嘅。等於講保障我哋呢環境人權呢一種服務，對於我哋台灣來講，係一種我哋可以同全世界講，我哋台灣嘅人權已經行到第3台，我哋用政府編列預算來保障我哋呢環境人權，好，也係我哋台灣呢驕傲，好，也係體現，好，第二都會講我哋因為我哋預算其實都。去年嘅2月大為止，我哋4年嘅預算已經用hết嘅。嗰陣講，我哋其實目前呢，我哋係冇新嘅預算呢，也會前期。嗰陣講，我哋更加也希望他家人可以透過每張嘢就講根本我哋300元、200元、500元嘅方式來支持我哋呢基金會來繼續來提供我哋台灣社會一種對環境嘅。法律嘅一種保障。咁我哋譬如講我哋嗰啲觀眾朋友有心嚇，而想我本他嘅一啲支持，咁而支持嘅一啲方法係有乜個方法可以支持嘅？哦，當我哋呢有位面書，當方呢我哋更加來開始都講他嘅人可以聽期聽日，好，每張嘢就講來有位用200元、300元，好。
来捐款俾我哋，我哋會有一啲小禮品來送本啊，也希望每張嘢200元、300元，用咁嘅方式來支持我哋嘅基金會繼續來推他個人來服務。我哋常常會講，其實我哋對環境友善，嗰時我哋會用乜嘅我哋有機嘅產品啦。但是今日有啲基金會可以聽數我哋，繼續去監督我哋嘅環境，其實也嘛係友善我哋環境一個最好嘅方法。今日佢反映我哋漢書龍嘅現場，同人講安頓嘅基金會嘅事情。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有時候我哋聽下嚟現場來運動一通哦。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同大家人介紹嘅動作呢係左右開弓，左右開弓呢首先呢，我哋呢腳呢手錶下來，我哋腳向前踏一步，個踏步一些哈。我哋呢手呢，然後呢，今我係右腳，我係右手徛放起來，右手係強嘅，左手係尖，左手係尖嘅時間，我哋要卡拳頭，向後綁對後背，綁對後背。我哋呢眼神眼住停頓，我哋呢手卡拳頭要揸手困頓吼。我哋手放來時間，同我哋呢肩呢變鬆來。表送來，我哋呢紮數呢，一跪倒轉來，我哋所以我哋呢一次一次，再表一次，我哋綁放起來，綁放起來時間，我哋眼住停頓嚟，我哋看後背，再豎放起來，再一次綁對後背，我哋喺彎腳嘅時間呢，我哋雙手表下來。雙手變下來，我哋前面腳豎放起來，另一隻腳呢欠出一步，我哋更加係左腳欠出去左手愛打完來，我哋呢右手就係肩呢，肩呢愛綁嘅時間，綁強嘅時間，我哋愛綁開來，綁開來，眼珠呢愛停對我哋呢手看喺後背去，看喺後背。倒轉嚟，我哋手一變鬆嚟，變尖嘅時間變鬆嚟，我哋腰會轉，手再跪倒轉嚟，再變出去，拳頭再卡出去，再一次綁，尖嘅向後背綁，腰骨停頓嚟轉，轉嚟後背跳拿，眼珠看我哋嘅手棍，變鬆嘅時間，我哋嘅腰骨倒轉嚟。送出去，再一次綁肩，綁強嘅，變鬆來。我哋手倒轉來，手轉嘅時間變下來，雙手變下來。更加呢，我分解動作呢，要記得我兩隻腳翹出去嘅時間，我係右腳喺前面。我右手一定要打完了，也右手呢係強嘅，因為我哋一隻手係尖嘅，尖呢要綁強嘅時間，我哋想講我哋要殺尖嘅時間，我強嘅一定要尖呢一定要綁對後背去，我哋呢強嘅呢要綁開來，綁開來，所以綁開來嘅時間，我哋呢眼神要停到嚟開來，開喺我哋呢胸前。我哋呢向前的，我肩呢變鬆嘅時間，我腰骨轉到轉來，腰骨做咗我肩呢變鬆來，我強呢一定要跪到來向原來嘅地方。點解要殺肩嘅時間？我哋想講，我右手係強嘅，我左手係尖嘅，我肩變嘅強嘅好，我要殺肩，我係咪同強嘅？強開來，肩愛強嘅好，更
去跳线的强的方，强的放开来时节，我肩很咪向后被放，向后被放的时节，我眼神也会一转，转过来，我跳拿天对我手来转，我肩一表上来，我肩一表上来，撒出的时节，我腰骨一做转来，表上来我强的跪位跪喺多陣嚟，我揾片呀，我雙手雙腳豎放起來，揾一片我左片左腳放出去，欠一鋪出去，變咧我左手係強嘅，我右手係尖，我右手係尖，表嘅啲強嘅方嘅時節，我放尖，係放尖撒出去，係咪同我強嘅？放放起來，掛肩的掛強的去條線方，我放的時節，我肩的放的時節，我靠我腰的力量，臀肩，臀個強的肩膀的強的方，出去跳拿天對我哋呢樹棍肩的行，我肩的撒出去，我腰骨一定要轉，肩的表上來。強嘅舉來原來嘅地方撒出去，所以我做嘅時節，我放肩，我都從起頭去包來，去包過後，我撒肩，我都從肩嘅表上來，起頭撒出去，起頭都跳出來，一次一次練我哋呢跳戲。我哋呢跳戲呢，我引來引台北，台北嘅時節，我幫我哋呢心臟循環呢都會改好哈。撒出去，表演呢，注意地方也係分解，注意地方係點呢？注意地方係我腳欠出去嘅時節，我腳嘅細褲，腳嘅眼神腳嘅細褲。細時節，我記得我哋呢強嘅，我想講我眼神、也手同肩呢，肩呢我撒出看強嘅時節，係咪我哋呢腰骨一轉，腰骨對腰骨對我哋呢卡拉下時節，轉嘅時節要注意哦，我哋轉嘅時節，我哋呢眼神向前，肩頭對頭拿，同樣轉出去。轉出去時節，我哋眼神我是把地下後腳，我撒肩嘅時節，我係咪眼神要轉到轉來，轉到轉來，我手嘅強嘅要恢復原來嘅地方，也要注意地方係點樣，我要轉嘅時節呢，唔好夾，因為唔夾，我哋嘅眼神會扭到，我哋慢慢嚟轉，表上嘅時節也係慢慢嚟表。也係一個做嘅時節嘅動作，要注意嘅地方。我哋表上嘅時節呢，我哋要數腳嘅時節，我哋呢數表下來，腳也同樣表下來。表下來呢，我哋呢另一邊嘅腳欠一步出去，欠一步，譬如講我左腳喺前面，我一天左手左腳呢，右手左肩，肩要放腳嘅時節。同樣，我哋用我哋呢卡拉行，我哋呢腰嘅一轉，肩呢要行綁下來，腳呢要綁下嘅時節，跳拿棍停頓嚟表看，肩呢要撒時節，我哋先對內，先對我哋呢胸前，我哋呢肩呢要慢慢嚟延伸，要轉過來，轉嚟肩撒出去。放嘅時節，我哋注意我哋呢強嘅，我哋呢強嘅唔可以靠離我哋呢眼神貼近，離我哋呢眼神近，唔係放嘅時節呢，會受傷。嚇，然後講，因為我哋呢強嘅一放，我示範講我強嘅一放肩嘅時節，一天有也肌力，而肌力一放嘅時節，腰骨轉出去。沿住看到我哋呢樹棍，我哋樹棍係尖，所以我哋呢樹棍表上嘅時節，我哋呢強嘅腰骨停頓嚟一轉到轉來，在
放的时节，记得我哋呢树棍呢係尖呢，也一支呢係尖，也個彎的時節係強的。我哋強的尖放喺啲強的後，我哋喺腰骨一轉，沿住延伸停頓呢，可能後背。我尖變鬆的時節呢，我喺肩頭先痛，樹棍停頓的延伸，倒轉來，都要注意。好，啲放的時節要記得咯。我哋放的時節呢，我哋呢肩呢臀強的合向下，肩呢行的時節，我哋呢強的停頓呢，要天天的引行，天天的引行時，我哋呢腰骨要停頓的轉，轉的後背，我哋歸來的時節，要對我哋呢肩頭，天天的轉下去，啊，轉下去，啊轉的時節。要記得啦，我哋按呢吼延伸一轉，今日呢我連續動作到他感應的時節，我肩呢行，強的停頓的出去，肩呢變鬆，強的歸來，肩呢行。強的停出去，腰骨天天的停頓來轉，肩的變順來，強的行。啊，大家彎片松樹變下來，前面的腳豎斷轉來，我哋另一片再腳出去，右腳出去時節，我哋呢右手強的左手係肩，所以強肩綁的強的好，我哋呢肩要綁開來時節，我哋呢強的停頓來出去。腰骨停頓來轉，樹骨倒轉來，肩出去，強的停頓來豎轉來。今日動作呢做得多呀，觀眾朋友有記得嗎？係有記得呢，好好啊來運動，我哋呢眼神同精神活更加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